段情，要爱残多少年？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？两心要我承受多少的悲伤？你应该会明白我对你的爱，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期的期待。不愿放了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。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你那不爱我的心？特别的，说两句干了。